我觉得我很想要鼓励一下那个阿猫，他真的是虽然是第2次跟我们一起合作，可是对，我们其实很多歌，他是今天才认识。我们今天下午我们才开始一起练习的这样，短短2个小时的，他还蛮厉害的呀，我们给他掌声鼓励一下。他的女朋友有来，所以你们不要对他有任何遐想了。怎么不讲？没办法了，好吧。做人要诚实。哇，好，来到了最后一首歌了啊！为大家带来这首《I Miss You》，谢谢。你们可以我和嗨爷爷吗？可以哦，好，就几个人会，我可以这样，好，那就可以了。那我再问一下，你们可以我和嗨爷爷吗？可以。这么多人来。有人摇头呢，大哥。大哥，你没有200公分嘛？特高白。好，好，这首歌主要是告诉阿美族的年轻人不要忘了，就这样。